嗯，我们已经进行了5个问题了，现在我们看第6个问题。那第6个问题和前面这个问题比较相关。几位现在呢都是在与自己之前完全不同的一个社会环境里面对的这个，也就是成长过程啊、经历啊、所受的教育呀、认知层面的都不一样。那么我们平时所说的3观，就是这个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在这方面也都是差异非常大的。那么你们认为在就是我们这些华人学佛的内容和学习的方式方面，应该和藏地的那些寺院的要求应该保持一样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他们主要应该学习些什么？与寺院的这个教育系统比对起来，最大的差异是什么？那么，针对我们这样子的弘法对象和您所处的这个弘法的环境，那么您自己就是如何去调整教学的方式和内容？因为几位刚才也都提到了嘛，在这方面都是有一些要调整的，要去适应的。或者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就是您认为哪些学习内容对于我们这些华人的这些学生来讲是最重要的？针对这些，您有没有一些什么具体的课程安排呀？或者是您有没有针对这些学生教学对象有一些教学大纲啊、教学计划或者是建议方面的？那想请司法人政康部您先来分享一下。哦，那这个方面是，当然是这两个是不一样的事情。那我觉得呢，这边华人地方是，呃，主要是我们还是需要有这个佛教这个基本的观念，佛教的那个常识的观念是还是我觉得很差的。所以我们首先需要这个佛教基本的观念是非常非常需要的。例如说，如果我们盖一个大楼的话，首先地基把打好。地基稳定好，才可以盖大楼嘛。一样的，我们这个学佛这个过程是，首先我们需要有这个佛教的常识，或者是佛教基本的观念是需要稳定的，一定需要稳定，才会可以我们这个坚持到底，才可以就继续可以学下去的。因为有一个华人句话说，那个1年学佛，佛在眼前；3年学佛，佛在天边嘛。那这个就是我们通常是就是，例如说刚开始时候，很多人就想要学习佛法，很触动、很充分的、很有感觉的，没多久就失败了，就退失了，退失心性了。那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因为这个是我们学佛的目的、学佛的方向这些没有做好，没有准备好。所以呢，我觉得了最需要的就是佛教最基本的方向。例如说，我们现在很多人就是连佛法都不知道，怎么学习佛法是更不知道。所以呢，我们大部分的人，刚刚前面2位也讲过，例如说拜拜佛啊、求佛啊，那这些当然是很好的、有功的，但是只是拜拜佛，只是求佛，有遇到问题的时候一些求佛的话，那这些事还根本不属于是学佛嘛。所以我们需要什么是佛法，怎么样子学习佛法。所以这个是我们刚基础这些是如果弄清楚的话，那刚开始时候学习的这个路也不会错误的。所以呢，这个才能会有那个坚持的。所以呢，我觉得是要基础是非常非常差。所以呢，这个基础是我觉得啦，这个更需要的部分是这个佛教的常识。大概这样子。感恩您。那咱扎西康布，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什么样的？我的看法是刚刚说的一样，就是基础是特别重要认识佛法是特别重要，再加上就像五部大论比较正式的课程来讲的话呢，我觉得呢，一般的这个大家的这个一般的普通的这个学佛的人，
不一定要学阿毗达摩太多，具体来讲不一定要相关庄严论很熟悉，但是要有一个中观的空心啊，因为慈悲心和这个智慧本来就是大乘的核心嘛。先从入菩萨行论、普贤上师研究，就像格鲁派的话呢，有菩提道次第光论，还有这个萨迦派的话呢，特巴公司该是中文说佛陀密忘记了啊，特巴公司这个反正就是有各个的一个类似的一样的一个内容的这个道次第的一个教法，这些基本的教法是特别特别重要。所以我个人呢，现在就是我们慧论的课程呢，分2个层，一个是基础的，就是入菩萨行论班和普贤上师研究班。因为普贤上师研究已经2年了，入行论最近才开始。因为入行论，普贤上师研究不能，已经上到已经后面了，所以这是先新进来的这些呢，就是上普贤上入行论。但是我们比较有基础的人，无论是一直慧论里面的人，或者就是新加入的都一样，有基本程度的人就是学中观。这是一个基本的大概的一个课程。那课程大纲呢，我也有要求，一个是比较随意的安排的比较短的课程，谁都可以加入，因为这是一个认识的一个过程，门槛不能太高。但是呢，真正系统的学习呢，在前一阵子其实有一个朋友就来这里，我自己主动推荐他我的课，要不要你加入课程？他说后来跟我说我不能加入，因为太晚了，我可不可以填 Zoom？ 虽然是我自己主动告诉的，但是我说你不能遵守这个大纲的要求，你不要来，因为对你没有帮助，对他们也没有帮助。所以呢，真正学习的过程当中还是要有要求，这样是对整个课程受益者讲的人都是有帮助的。所以这些呢，当然有选择性的，有内容，再加上呢，就是有时候真正的也要知道他们的需求，办法会啊，有一些活动啊，尤其是这个佛法的这个应用上的，比如说这个做会供啊，比如说一个学藏传佛教的话呢，基本的一些七供八供怎么办啊，供曼达怎么供啊，物价性怎么修啊，肯定是修行的东西也必须要含在里面。这样的话呢，这个比较实际，这是我的想法。感恩您。曲王格西，我想请问您在这个问题的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做法和建议呢？有请格西。刚才我们以上所说的2位堪布所提到的，先打一个很好的基础，这个是我们共同所承许的，没什么大问题的。那主要的就是你问题就是在自己4月的那个安排课程的这种的跟完全三观不同的地方的，这个我们需要有什么不同，类似这个吧，主要的提问就是这个。那当然是我们在4月的时候，刚才陈文哲康布已经讲好了，他就是我们在4月里教学的时候不需要考虑多，你就是引用了各种各样的最深的最广的这样的，就是你不用，你心里不会有产生一些的害怕，就是说我引用了这样的话会不会他们听得懂他的听得懂听不懂，我们没有这种的，不需要考虑这些的问题。那所以呢，我们讲的越深越好，类似这种的态度。那再来就是文化生长的环境各个方面就完全截然不同的一个地方来弘法的时候，那第一个就是我们一定要理解在这个环境当中生长的那种的人，他们的需求，他们的背景，他们的时间，他们的看法，这些都是必须要了解，这个也是算是也跟我们打了一个底金嘛。那理解了以后，
那我们就是安排特殊的课程，是我觉得应该是不必的。所有的佛法的内容几乎都是一致的，内容都是一致的。那我们主要的引导他们教授的时候，最主要的我们理解的部分是什么呢？这是我们必须要把佛法的深奥的内容尽自己力所能及去解释成让人家听得懂，这是一个必须要的。不然的话，我举例来讲，皈佛、皈法、皈僧加下去，每一个人来学习的人都是一个随子别人的器物一样的，永远都是就是这样的模仿别人，就是学习的方式就流于形式嘛。那真正的抓不住它的内容的时候，其实来学习的人大部分的人维持不了多久，就是半途而废的，就是会有这种问题存在。那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让大家知道呢？我们举例来讲，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每一个人想要心安理得，要那个逍遥自在，这是我们滔滔不绝，平常挂在嘴巴上。那逍遥自在、心安理得是从哪里得到的？从天上掉下来的吗？或者地上长出来的？或者是中间风吹过来的吗？或者我们如何去承办它？其实我们世界的教育当中绝对没有这个完全的一个教育。那佛法完全涵盖了所有的我们所需的内容。那所以呢，这个是我们理解的人一定要有适当的方式。我们平时讲的因材施教嘛。那第二个是说我们因时制宜。所以教导的那个过程当中，因时制宜是非常的重要的。因时制宜，我们就是根据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情况，我们采取适合的方式、措施来一定要教导或者处理。这样的话，获得的结果都是非常好的。那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谈到的，就是所有的刚才我们那个陈日嘉兴开播提出来的这些的一些的课程的内容，其实这些都是完全就是这样的啊。比如说如果你平时我们从一方面来讲，我们知识越多越好，这个是没有错的。平常我们古代的人说，哎呦，学无止境，精益求精，这个是没有错，确实这样的。你就是变成为学富五车或者知识分子，这样的话更好。那我们现在这个华人的社会来讲的话，你看白天去上班，也还有就是多多少少在自己照顾家人，还有家里有很多多多少少的事情，琐碎的事情必须要处理。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是在寺院里的学习的环境跟这里是完全截然不同。这个情况下，我们适当的方式因材施教一样的。那所以呢，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引导他们，这是非常重要。刚才这个嘉兴跟我讲的就是，比如说我们一个论点上面下手，一定要从头到尾都是他们清清楚楚的，他们在这当中的所有的内容都是让大家了解，让他知道，这样的话才能得到一些的解决一些负面的，或者消除一些负面的，他也找到了一些的方式。那这样的话对他来讲有极大的帮助。所以呢，打基础这些都是没有错的。那我们教学的这个过程，环境不同的地方，我们又有不同的方式来去引导，这是应该的。大概就这样。感恩您。刚才格西拉也提到了这个因材施教，这个因时制宜，这样子去根据具体的教学对象来调整自己的教学方法。所以您其实回答第6个问题的同时，把我第7个问题的答案也给我了。那么我第7个问题想问的是说，虽然西藏的这个寺院教育在佛法界呢享有盛誉，
来自藏地的诸位堪布啊、格西啊、罗本呀，都有相当坚实的这些佛法教育方面的训练。但是如果要符合21世纪这种情况复杂的佛法老师的这样一个角色的话，在教学方式的方面可能需要有专门的训练，因为像现在社会里边，如果要做教师的话，是要受到专门的一些就是这方面的培训。以我的了解，在寺院里可能这样子专门的这种教学方面的，尤其是针对21世纪的这教学方面的训练，应该是不多见的。那么尤其是几位刚才也提出来，在弘法的过程中，因为语言方面的、文化方面的障碍呀，也很难了解到弘法对象的一些实际的想法和具体的情况，从而可能就会影响到进一步去和他们沟通，去了解他们的问题和困难。所以呢，以传统的方式在21世纪的这个华语世界弘法，应该是很难进行的。那么，所以我想接下来就是听听几位在台湾和澳洲弘法，面对着这样子这些信徒讲经说法的时候，主要考虑的，除了刚才格西拉讲的那些方面之外，泽恩扎西堪布和索尔仁堪布，您二位还有些什么样的经历要和我们分享？因为这个问题实际上格西拉已经给我答案了，所以这个问题我主要想问一下二位堪布。那请曾扎西堪布您先回答一下，给我们分享一下您的这个经历。好的，这个呢是这样的，我觉得，我也觉得我已经回答了你这个问题，回答了，对，所以呢，就基本上呢没有特别要说的了，但是呢，这个就是我们确实是需要特别，要知道，就像大张先要这个掌握那个战略一样的，所以有时候呢，我们觉得，他们都是，我们有时候这些上师们也会，有一种傲慢。我知道这个用法可能是不太适合，但是我可以说有一种傲慢。这个傲慢是什么呢？他们都是刚刚学的，听不懂，都可能要用最基本的来讲，什么皈依佛什么的，就是这个每天重复这个东西，他们忽略了。其实呢，你有时候可以讲深一点，可以讲的比较有力量的话呢，绝对这里面的个别的人很喜欢这个。而且，所以呢，就慢慢，我们就能够发现，这个里面也有不同程度的、不同层次的，而且都不是喜欢一样的东西的。这个。第二呢，其实这些学生非常有潜力的，我们要知道他们是有非常潜能的。就像小小的一个例子，我自己经常在普贤上实验教，每3个月我们有一次的一个研讨会。这个时候我们分组讨论，大家自己要做这个大纲和一些课盘的，不是那个 PPT 啊、类似的教材准备。就是有时候他们的这种整理，学校里面，因为他们有些是学校里的老师啊，他们的这个用他们的教育的方式，在这个我们的内容放进去的时候，刚刚好就是我们现在要的。但是呢，我们自己呢，我们说再多也，我们这个年纪，我们这个毕竟的这些上师们呢，还是在熏会在这个原来的这个教育的体系里面，所以有时候确实是这个方面呢，我们要给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和我们对他们也有更多的信心，这是一个互动和彼此的。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挑战啊！我们一直以为我们是上师，我们讲什么，或者他们是刚刚学的，他们什么都不懂，这个也是可能是一个错误。我现在要这里讲就是这个了，作为这个第7题的这个答案。感恩堪布，所以几位好像都有他心通一样，在回答前面问题的时候，已经把后面问题的答案给我了。那所有人真堪布，您这里刚才是不是也有他心通？这个问题您的分享有没有什么要补充？好，那刚刚堪布说的我非常认同，因为在台湾这边呢，尤其我们这个一般华人的学历的水平是非常高。
高，所以这个水平用来学习是我们很容易理解那个佛法。例如说，我们讲那个缘起，或者是空性啊，或者是无我啊、空之界比较深的东西，我们解释的时候，如果我们这些是我们一般藏地的在家人这样子解释的话，那他们还是根本没办法的。但是呢，这边是很多学生是就这几年才开始的，但是呢，他们的学历的这个能力是非常非常强，他们更容易就很容易懂这些很深的内容，都很容易懂的。所以呢，这个有一个好的机会，好的希望。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刚刚两位说的一样，因为我们这个以前古时候我们教课的方法是，如果实践的话，80%-90%都是用那个老师用的嘛。实践的话，那大概是80%-90%都是老师用的。那但是现在我们至少是用，例如说50%用那个老师，那50%是我们这个老师和那个学生的问答的回答，这个方式是非常非常重要。尤其我们刚刚也提过嘛，因为我们这个每个学生的他的那个学习的程度啊，他的情况啊，他的背后啊，这些都是我们必须要理解。那这个是我们问答的时候才会有理解嘛，所以这样子的话可以对他来讲，如果他要求的话，可以就深一点的、广一点的。那有些是需要比较基础的话，可以比较适合的、适当的我们可以调整的嘛。所以呢，我们这个现在更需要的就是我们学生和老师就讨论的部分是我们需要有这个更多一点，在这个方面是我觉得更需要的。这样子的话，才知道他的时间、他的情况、他的需求，或者是他的例如说社会的责任啊、工作的责任啊、家庭的责任，这些就自然而然就会出现他的有哪些问题、哪些需求，所以呢，这个讨论是更重要的。那除了这些之外，这都是前面两位说的一样。感恩堪布。所以听刚才几位讲，我就觉得脑子里就浮现出这样一个画面，就是我们经常说一些大教授要去给幼儿园的小朋友讲课，差不多可能就是这样子一些问题。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我们刚才一直在谈文思，在谈这个讲经说法。那么如果只有文思学习，如果没有落实到实际修持的话，就没有办法达到我们学佛的最终的目的。所以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令自己所学的这个佛法知识成为自己的修持？那么我们一般的在家人的日常生活中应该如何应用所学的佛法？您在弘法过程中是如何在这方面引导您的弟子的呢？有请慈王人真堪布，您先给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好，那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就现在社会，尤其我们佛教徒只是闻思，但是修习是还是就确实很少的。所以呢，我们这个情况下，我们需要就那个修习方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佛教最主要的目的需要达到的话，那我们当然是我们更需要有这个修习的力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嘛。所以那这个情况，我自己的就建议或者是推荐，就是我平常我们每次参加上课或者是参加法会啊，参加做慈善的时候，特别一个推动就是动机，因为动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有正确动机的话，就可以闻的就可以变成休息。思维的可以变成休息的。例如说，我们就动机的部分也有很多种，大家都知道了。我们第一个就是我们需要有很正确的归依心，第二个就是很正确的处理心，第三个就是很正确的菩提心。这三个有就闻地比较正确的话，那这个基础上，我们参加这个听课也好，或者是参加法会也好，做任何的善事都是，如果我们归系基础的话，就变成修习佛法。
如果处理性的话，就变成解脱法、解脱的休息法，或者是出世界的休息法。那如果我们基础那个菩提心的话，那这就是大乘的休息所以呢，就是人也是变成就是休息，思维也是就是变成休息。所以呢，我们这样子的话，就不仅仅是我们做善事的时候，我们任何的行动都是可以就变成休息的一个部分嘛。所以这个是大乘佛教最主要的要求是，我们通常就是我们特别重视那个动机，我们外在的行为是就比起来还是内在的动机是更重视嘛。所以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如果动机没有错的话，就身体的行为就可以变成就是休息，语言的行为可以就变成休息。所以呢，我平常提到的就是动机方面是特别提到的大概这样子。感恩您那徐王格西，我想请问您在您日常的这种弘法过程中是如何引导您的弟子把他的这个文思最后落实到自己的这个实际修行中去的呢？有请格西。好，那我先那个第7个问题，这个里面还是有一点补充，再接着讲第8个，你刚才提到的这个问题可以回答。那我们前面以上的，就是说第7题嘛，第7个问题，这个里面提到的就是，比如说我们不同环境当中引导不同的众生或者不同引导的学生的方式。这个里面我就是刚才秋人在康布提到的，就是说，其实我们藏区跟藏人跟还有这个我们华人世界的话，其实不同的是，华人世界其实我们世界的知识比较丰富的，确实如此。平均来讲的话，就是比较丰富的。比如说我们在这里的话，从小受过教育，几乎都没有，对不对？没有就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人。那这样的话，世间的一个知识的水平是非常程度是很高的。这种的基础之上，我们就是如前所说的，适当的方式来引导他们，就是比较容易他们进入到一个学佛的状态之中，这是一个很好的。那再来我们解释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举例来讲，平常我们常常提到的就是空隙缘起类似这样的。那你对他们让他们想要让他们了解的话，你不要讲几句话字面上的意思划下去。比如说空性是什么，缘起跟空性有什么关系，这是先举个一个很粗品的很简单的例子告诉大家。比如说我们古代的那个老子道德经里面应该有那个6个对比或者10几个对比。比如说是那个前后随行高下相倾类似这样的。所以呢，它的对比这个是几乎都提到了一些的粗品的缘起的观念。那从这样的粗品的方面深入到慢慢这样的让他了解的话，这个是真的是帮助还是非常大的。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第8个提问的回答。比如说我们课程当中那个教学的过程当中，我最强调的就是说一定要利用佛法的知识来过自己的生活。那利用佛法知识来过自己的生活的原因是什么？如何去使用？这是一定要教。如果你就是只是讲我们利用佛法的知识逻辑来过自己的生活，那你教我我们怎么去使用就问题出来了嘛。那所以呢，我们如何去使用，就是告诉就是强调的部分，就是我平常比较有就是跟学生的互相就是交流的部分，就是这个。我平常讲，不要在意太多，不要斤斤计较。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们平常常常就是嘴巴上讲的，其实你字面的意思有一点点概念，
但是它的内容绝大多数人没有放在心里，不太懂。他的意思非常有意思的，就是这个吧。比如说我们举例来讲，哎呦，不要太在意了，一定要放下。就是我们嘴巴上讲如何放下，不教的话，他们也不会放下的。那小题大做，这个是我们人与生俱来的一个个性嘛，容易就是恼羞成怒啊，引起各种各样的烦恼来，跟人家争，跟人家拼，反正就拥有这样的个性的时候，那你没办法让你过生活当中，没办法让你安静的，没办法得到心安理得。那这样的生活谁都不要的，不应该要的。那我们用佛法的知识来如何过生活？我平常强调跟大家讲的就是这样子。比如说，世尊平常提到六度万壑，我们修六度万壑，其实修六度万壑也是不容易的。那其中就是我们举例来讲，修安忍或者包容，俗话的话就包容忍耐。但是修安忍，安忍是怎么去修的？先他了解安忍的功德，其实这个入行论当中也提到了，讲了很多修安忍的功德。先让学生知道安忍的功德的话，他就能够修安忍。他不知道修安忍的功德的话，他一段时间有点迷信，但是久而久之之后，成不了多久，他就重蹈覆辙，绝对会的。那这样的话，修安忍，比如说我们一个家庭当中，慈祥的母亲，几乎的日常生活当中几乎都没有发脾气的话，那这个好的影响到所有的整个家庭的家人，所以呢，他们也是待在这个家里受到了温暖，非常开心。那另外一个家庭当中，每天都就是发脾气的一个人，夫妻也好，或者其他人也好，如果一个家庭环境当中拥有这样的一个人的话，他只有一个发脾气，嗔恚现起，摧毁了一个家庭的温暖和睦。这是一个嗔恚的功德，嗔恚的过坏跟修安忍的功德。那这样的一个释迦牟尼佛，导师释迦牟尼佛看到这样的一个起到作用，一直不断的强调你们要修安忍。他讲什么道理呢？因为大家都遵循幸福快乐，如果寻求幸福快乐者的话，不应该发怒，不应该嗔恚，一定要修安忍。当然是你解决嗔恚的话，必须要强而有力的对治是一个安忍。那你没有修安忍的话，你自己相信当中具有的嗔恚是没办法解决的。那所以呢，修安忍也是承办自己的利益，修安忍也是承办自己的幸福快乐。那这样的话才能达到你自己的目标。不然的话，你求烧香拜佛磕头各种各样的形式，但是用这样的方式来没办法消除你在内心的嗔恚。所以你必须要修安忍。这个是一个举个例子，这个例子而已。那类似这样的慢慢就是让他们知道的话，那学佛的人他们也可以用得上，最主要的参合力就可以配得上用场。那他们觉得我这是一个誓不罢休，一定要学习完成。那所以呢，这个过程大家都得到一些的心得的时候，所以呢，就是谁也不想就是放弃。那这样的是非常好的。好，感恩您。泽仁扎西堪布，您在弘法的过程中又是如何引导您的弟子把自己的这个所学所闻思来落实到自己的这个实修中呢？有请您。我觉得实修呢，你自己所学的东西应用生活
应用人生的这个例子呢，就是刚刚给基拉讲的，就是千真万确的。我也是尽可能的用这个方式，没有别的。但是有另一个呢，我有一个自己有时候我会强调，学习是非常例行的，但是有时候修行的时候要甘心一点，明白吗？意思就是甘心的意思，就是你认真观想的时候，认真念诵的时候，认真做的时候，你的专注力就是要放在这个你的行动上，而并不是说那个时候又是好像半信半疑的去我要观察，不是这个。所以呢，当你学习的时候，好好的坐下来去学习；修的时候呢，就是你可以放下这些太多的想法，信心特别重要。所以呢，有时候我们为什么课前要念文殊真实密、文殊菩萨的这个立赞文？为什么要皈依发心？刚刚也讲了，龙江巴大师也说了，刚刚看部说的一样，他的意思就是说，他向往解脱有非常珍贵的3个如意宝，一个是谦心发心殊胜，第2个是真心无缘殊胜，第3个是什么呢？结心回向殊胜。刚刚开播也讲了，我也是这样讲。那这个真心无缘殊胜呢，无所缘，也就是说是没有太多的分别和执着和这种怀疑的态度，非常专注的这样的去做啊。我们用通俗基本的解释是这样的，当然无缘有空性方面的更深层的一个解释。所以呢，我觉得我们真正的实际来讲的话呢，我们就是这些弟子们，你尽量参加经常的公修吧，你尽量参加这个一些临终关怀啊，是什么之类的公修啊，你尽量参加这个定期的，比如说初一、15、25这样的一些节日的一些修法。所以呢，这个该修法的时候修法，尤其是呢，我个人呢，就是在慧论里面，也就是我们普贤上师研究有一个是文思班，那就是学习；一个是实修班，那就是做无家心。而且实修班也每1个月1次专门引导，那个时候呢，就是讲这些观学和细节的实际的操作。那这2个放在一起的时候呢，多到说少不会这个文思脱离实修，这是我的方法。但是主要是上师没有太大的这个修行的功夫的时候，他的性相续当中能不能这个有特别的一个这样的修行是很难说了啊，这个就我不敢保证。感恩堪布。到现在为止呢，就是几位在华人的这个世界里边，弘法的时间，刚才有这个哥希拉提到他已经15年了，堪布现在也有10年多了，那藏人的堪布也快10年了应该。所以在这个期间，我想了解一下几位主要都讲了哪些内容。刚才大家也都分享了一些自己讲的内容，那请大家就是能够比较条理的讲一下具体哪些内容。然后呢，在讲这些内容的时候，您觉得是否达到您想预期的一些效果？在华人世界这个讲经说法和文思的教育要一直进行下去的话，那么因为我们处在这样一个不同的这样一个环境里边。在这个环境下，想要这个讲经说法、这个文思的教育一直进行下去的话，佛法老师和学生呢，需要具备哪些条件？那么这次有请责任扎西堪布，您先和大家来交流一下您的想法。我所讲的东西呢，其实在前面已经讲了，所以现在这里我就不占太多时间。我现在这样回顾一下过去的这些我的讲经说法的这个中文的这个讲经说法的历程来说的话呢，几乎是从开始到1年多前呢，其实我一直停留在都讲这个基本的，就像初学的
比较就是入心论啊、普性上师研究啊，相对于比较基础的这个教法。那我就前年开始吧，就开始讲这个中观四百论，是一个中观的课程。现在比较明显的有这个2个群，就是一个是有基础的，一个是还在在基础阶段的。目前我有这2个。那我觉得目前进行的部分呢，相对也呢很客观，尤其是现在用这个网际网络这个线上的这些一些功能，所以大家的时间呢各方面也相对比较方便。那线下也很多时候非常重要，有真实的这个互动，就是这样。所以我所讲的呢，就中观四百论、入心论、入中论，普性上师研究，金刚经、般若心经，大概是基本的这样的。但是呢，对，没有别的。那您认为这个老师和学生主要具备哪些条件，才能让我们这个讲经说法和文字的教育一直能进行下去呢？这个呢，我在前面也其实已经讲了啊，所以这个具备的条件呢，老师也要有坚持的心。所以坚持是其实有时候很不容易的。有时候比如说我个人也今天可能是参加一个别的一个活动，我今天晚上为了这个课要干上，可能要开车几个小时的。要欧洲呢很那个嘛啊，就是地方也大，就是这样开车过来，为了就是这样的。所以这种呢，或者今天呢就是有别的一些因素啊，邀请参加活动啊，一些中心的线下的活动的安排啊，全部都如果万一经常中断，经常时间有改动的话呢，久而久之，这些弟子会不来，影响到这些弟子。这个本来般若里面也有这个，学习般若的时候呢，40个这个末章啊的理由去也讲究了。这个40多个末章里面，也就是其实明确的有释迦牟尼佛提到，这些都是一个文字的障碍。所以老师也要有这个发自内心的要投入，这个要喜爱自己的讲课的这个讲法的内容和这个认真，而且坚持。这样的话呢，就是学生会感受到。我觉得现在的话呢，也许是我自我的要求是，其实是永远都是本来就是应该是第一的。再加上呢，学生们也是这样知道老师这样讲也很辛苦。现在这样的这个能够学习的机会也不多，而且你就是1次2次学的时候可能没有感觉，就像我们有时候看那个连续剧一样的，学习是这样的。一开始好像没有感觉，慢慢进入的时候，你在这个戏里面的时候，就开始有对这个内容会产生有更大的兴趣，然后慢慢能这个课程的内容和你之间可以培养一个感情。那个时候你就是自然而然能够学好。这个就是2个方面最根本就是要坚持啊。好的，感恩堪布。那慈怀仁真堪布，我想请问您在这个弘法的这个方面，主要讲了哪些内容？有没有达到您的这个预期的结果？您认为这个讲经说法要进行下去的话，老师和学生主要具备哪些条件？我这个大概台湾这边是2017年来到现在，应该是差不多5年了。那当年就开始开始上课讲课，但是呢，之前都是一直都考翻译的，我有一个非常好的翻译啊，然后自己那个介绍方法，这个就是这几年才开始的，所以呢，大概是就讲解的时间是差不多5年了。那这个过程当中，我讲过了那个入菩萨行论，那差不多2次这样子。然后除了这些之外，我们比较基础的，例如说远离4种执着啊，或者是我们这个金刚经呀，还有心经呀，还有其他，例如说转系四法义呢，沙门四法呢等等，那这些就短的这些是就讲的非常多，非常多。那这个是我们通常我们这边课程安排，就是每个礼拜3比较基础的
那个主题是大概是1个月的、2个月的这个就讲完的这些短的一些课程，这样子的话，就比较适合的。所以呢，每个礼拜3的是比较基础的，那礼拜5的就是比较深一点的，例如说入古赛行论呐，那这些是比较深一点的。所以这2个是那个实体的课程，然后每个礼拜6晚上就是线上的这个课程，那这个也有很多那个主题，例如说之前也讲过一些我们这个无道实地还有这个中医呢，那等等，那这些讲过很多次了。所以呢，主要是就每个礼拜讲3堂课，大概这个是固定的。然后这个结果，这个是目前没有什么就很明显的成果没有。但是呢，这个我觉得呢，就不管是学生也好，或者是老师也好，我们共同需要有刚刚前面 Campbell 讲的一样，需要有很坚持是非常非常就重要的，而需要有忍耐，因为我们现在就这个社会是一点都没有忍耐，老师也没有忍耐。出有问题就是推心了，就放弃了，或者是学生也是这样子，就我们前面也刚刚讲过嘛，所以就刚开始时候很主动的，但是没办法坚持，就半途而废的这种情况是非常多。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学生和老师共同需要有坚持，要勇敢的计划，需要有忍耐，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个过程，因为我们就老师也好，或者是学生也好，很多人就离这个法的殊胜或者是不殊胜，是就离自己的感觉，很多人就是这样子就自己很有感觉就很殊胜，自己没有什么感觉就不殊胜，这个就是我常常提到的。所以我觉得了，因为这个佛陀有讲过，我们每个人都有就各种各样的有造业嘛，所以什么都有感觉，所以我们一般人的感觉是不太准的，所以呢，感觉是放在感觉是跟实际是不能合在一起的。你没有感觉没有关系，只要有坚持没有任何感觉没有关，只要是你的方向没有错，你的动机没有错，你没有感觉的话没有关系，只要有坚持，大家。那主要是我要要勇敢，要忍耐，这个意思。感恩您。刚才哥希拉也讲了，说他这个用这个中文弘法已经有15年了，所以在这15年中，哥希拉一定讲过很多不同的内容，所以想请您跟大家就是简单的分享一下。您讲的哪些内容？那个内容是否达到您预期的结果？因为我看您的简历上，您也就是还有很多在汉地的弟子，那么从哥希拉这里，您认为在华人的世界里边，讲经说法和文思的这个教育要一直进行下去的话，佛法老师和学生需要具备哪些条件呢？哥希拉有请。好，那我个人到目前已经上过课的部分的话，其实蛮多的。那大部分都是在网络上，就可以看得到，现在也可以看得到。但是一部分是没有传到网络上，只有音档。对，那曾经讲过的就是社类学、小理路、中理路、大理路，还有心类学，那四部宗义。还有就是地道的建立，那再来，心经、般若心经、三足要道，还有那个中国大师著作的《入中论善行秘书》，这是花了蛮长时间，差不多花了5年，这个已经圆满了。再来入中论的敬颂，月前菩萨著作的《入中论》的敬颂，在佛陀教育聚会讲的，花了快3年了，差不多2年多时间，已经讲完了。那再来入菩萨行论，在我现在就是讲3个地方，一个礼拜3个地方讲入行论。那在一个地方已经讲完了，
上个礼拜就已经讲完圆满了。那再来灰雎基金会的话还没有上网，还没有结束，应该是明年年末应该是会结束。那么这样子的话，入中论、赛贤密书或者入中列记颂，还有入菩萨行论，那等等这一类的还是很多很多的。那反正就是15年期间上过课的是蛮多的，大概就是这样。那将来继续我们这样的坚持教育下去的这个过程，学生跟上师所需的主要的条件是什么？那这个部分的话，以上2位堪布说的差不多了。坚持是一定的，如果没有坚持的话，绝对没办法讲下去的。那第一个是我深深的感受到，刚才堪布其实扎西堪布提到的，就是说他有时候欧洲远方去，或者是上课的时间即将到来的时候，他开车差不多2-3个车程嘛，所以他积极的就开过去。这是我深深的感受到，教授必须要有这样的责任担当，没有这样的话就是不行了。这个也是一个教授的最需要的一个条件。为什么呢？我举例来讲，我在这里一个礼拜有的时候7-8堂课，有的时候反正就是现在固定的话5堂课每个礼拜。那在内地大陆的话，差不多已经4-5年了，那里就是教佛法跟科学总集，再来适量的第2品，那再来基础佛法，这是在大陆的3个区，人数的话有1400多个人，那这都是那个大陆的人。那这些都是不同的，就是一个反正就是一个礼拜5堂课之内没有其他，那个不算这些额外的，就是透过网络，其他5堂课都是现场去上课嘛，大概这样的。那我们教授也好，学生也好，必须要的条件，要有的条件就是一定要，不管是你做任何事情，一定要为达到就是完成之前一定要有誓不罢休的这样的一个坚定的信心，才有得到很好的成果。那第2个条件的话，就是说讲法者自己的话，不论是你发生了任何事情，除了你非常严厉的一个生病，非常严重的生病，除了这个之外，那不论是发生什么事情，你一定要上课的时间跟这个事情是一定要隔开来，你固定的时间一定要准时授课，这个是一个教授的必须要条件。不然的话，你跟他们讲说今天我哪里有参加法会啊，哪里有修法，今天没有课，那下个礼拜又没有课，那后来就来上课的人就是有一点点产生一些的懈怠，那懈怠的结果是气馁结果是什么都没有，那就是这样的一个没办法的。所以呢，教授从自己方面具足的条件，圆满的条件就是坚持心。第2个是不论是遇到那个出现任何的事情，一定要这个上课的时间一定要准时上课，不要耽误到这个上课的时间，这是我们就是第2个条件。第3个条件的话，教授自己的话要有一点点，我们不能说我连我自己都没有，对众生的大悲心菩提心我不敢讲，但是必须要有的就是有一点怜悯之心，或者是一个恨不得对他有帮助之心。拥有这样的心的话，其实你看到这个教学的过程当中，看到一些学生身上的或者身心上的一些的改变改善，他们就得到了一些的他们的功德心得的话，那让你很开心的，这样的话就是还是动力你
还是教学下去，上课教学下去的一个动力非常好的。那这样的过程当中，你完全达到你预期的目标吗？就是我不能说达到我自己的目标，对。那我自己的目标是什么呢？其实不能说解脱轮回究竟涅槃，我自己的目标是尽自己力所能及去教导，对，让大家了解真实佛法的内容，希望能够改善他们的生活，希望能够他们改邪归正，一定要走上一个正确的轨道上。那当然是我们这是一个形容来表达的，所以呢，大部分生活当中发生了各种各样的事情，但是我们反复大部分人的话找不到一个解决的方式，所以呢，我们除了佛法教学之外没有其他的选择。那我们学生方面来讲的话，最需要的条件就是第一个是一定要相信教授，第二个是一定要坚持。那我们平时讲的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这是正确的道理。如果你就是利用他，你跟着他学习，还是后面就是产生对他怀疑，这是不对的。你需要的是什么？我们平时讲的依法不依人，我们不需要看他怎么样，主要的他宣说的法是不是真实的，是不是正确的。我受了这个课以后，我得到了什么，对自己有什么长处，有什么益处，这些我们以学生的方面，就是我们所有的学生从自己的内心去寻找，就能够得到了一些的结论。这样的话，对他们来讲有非常大的帮助。好，非常感恩您，葛西拉。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其实跟前面的问题也比较的相关和类似。也许我先把问题提出来，然后您看从哪个角度来补充。就是比对西藏寺院的这个佛法教育的传统和台湾、澳这样的实际情况，那结合几位针对华人和西方人讲经说法的经历，您对未来在华人和西方人的社会里讲经说法的弘法者和他们的弘法对象有一些什么样的呼吁呢？那么我们还是从葛西拉这里，您对他们有一些什么样的呼吁？对，不太敢讲呼吁了，但是主要只讲就拜托吧。那主要的就是什么？我们将来想要就是外地去传法者，必须要的就是第一个就是一定要了解你这个生活的环境，他们的风俗习惯，他们平常人所有在这个环境当中过生活的人，他们的背景，他们的所需，这些都是了解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个了解之后呢，这个上面就是一定要语言一定要加强，一定要就是充分的一个能力的话，才能够你顺利的去可以传法的。那如果遇到了我们以上所说的，遇到了各种各样的语言上的障碍的话，你没办法把这些的更深入的方法内容清晰楚楚的传给他们，这个是没办法的。那第二个是你在所处何处所向何方，当然是你在哪一个地方弘法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怀抱着一种对他们的一个怜悯之心，一定要恨不得对他有帮助之心，这是教授的必须要的条件。这是我就拜托大家的，就是大概就这样子。好，感恩您。那咱扎西堪布，您有一些什么样的呼吁呢？好的，实际你已经超过了，但是我还是要补充一下前面的这个关于教学的目标。因为我的目标呢，其实当然最终的目标是利库德勒，但是现阶段的目标是帮助他们的这个
人生得到一些改善、帮助、幸福，这是这个真正的这个。但是教学本身的，我有一个目标是，比如说现在我有这是中观，那这些中观学完了，这里面的一部分至少可以再能够学到英明，慢慢就可以就是100个里面10个里面1个就可以达到这个整个完整。就是我们佛法需要出现很多在家也好，居士也好，一般里面也可以出现更多像南华经老师这样的。其实是现在的弘扬佛法和这个传扬都并不是只靠上师，只靠出家人，只靠藏地来的亲来的那些堪布格西上师，这个观念要改变的。所以同时呢，我也希望往这个方向努力啊。当然我自己都没有这个水准，那我要求我的学生要这样，那可能是很难，但是至少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梦想。再加上呢，刚刚跟希拉说的一样的，我有一个拜托是什么呢？上次其实我专门在这个荣增佛教频道里面邀请哈辛仁波切，他人把哈辛仁波切，现在在台湾弘法的，也是藏营会的上师。那为什么跟他谈？因为他现在正在宣讲大学读研究所，他是一个拉人巴，顶级的一个拉人巴。但是他为什么在汉地学像各位一样的学中文，然后又进这个学院，我觉得非常了不起。因为这样学的话呢，能够学到真正的这个华人世界的这个文化背景，就像孔子、老子、孟子这个禅宗等等的这种各种的思想和想法和文化。你真正的要在这个地方要弘法的话呢，你第一个基础是你要有语言的能力，第二个呢，你要了解他人的文化和信仰和这个价值观，这样呢，你能够真正的能够融入他们。我发现在西方世界，为什么当时像那个崇宝仁波切啊、索杰仁波切啊，他们的一些学术啊，那个时候为什么？因为他们去那边的这个学校读书毕业，然后知道这个社会，然后就是用这个方式去弘法的时候呢，得到他们的认可了。所以在汉地弘法的这些上师们呢，真的需要学习，就是中文和像今年前慈正罗主堪波来台湾的时候呢，他发现在这里待了已经10多年的中文还不太流利的一些你们有很多好的学问，但是你们的中文还是不理想，有一点点表示遗憾，知道吗？因为知道这里真正的话呢，不是天天泡那个法会是可以足够的，说严重一点的话呢，尤其是呢将来呢真正的我们的这个佛法要继续下去的话呢，它可能是更多是靠大家一起的力量，不能说是我只是一个藏传佛教的信徒就可以了，而且也要知道这些信徒们，台湾的话，举个例子，有数百个藏传佛教的中心，据有一些数据是这样写的，至少有100以上。那这些所有的弟子都不一定是只是一个供养者的一个角色啊，所以呢，大家都要上师应该要好好的带领他们，他们也要好好的也要就是尽自己该负的这个责任啊。所以呢，这些我当年呢翻译这个六祖坛经那个过程当中，我也是想这个了解这个就很好，然后我特别就是也一些书呢送给这些在那边的弘法的这些我的一些朋友们。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真正的要跟他们沟通的时候呢，用他们的语言、他们的想法、他们的文化、他们的历史是沟通的很好的一个桥梁。那实际上也发自内心能够得到彼此的认可的时候，能够拥有发自内心的尊重，那真正有发自内心的交流。所以这些都其实很重要，这方面我们要更多努力，这也是我的拜托。感恩您。刚才哥希拉和曾扎西堪布2位都拜托了这个未来的这个弘法者，所以慈万仁真堪布，您是否要呼吁一下？那这个方面是前面2位说的是一样的。那
我觉得了，因为我们平常在学生也好，或者是老师也好，我们这个一些这个佛法这个基本上的理论上的大部分都是很熟悉的，非常非常丰富的，非常丰富。但是主要问题就是我们就理论上都懂，但是问题就是我们卡住实效方面呢，实效方面，那这个是就每个人都有这个卡住的经验呢，所以呢，我们一定需要有这个实效方面的。那这个就我们通常讲的，我们这佛经里也常常讲活在当下嘛，对不对？活在当下，所以这个就是先选现用，先选现用。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先把，因为我们这个理论上是你可以什么都可以选的，没有那么次第，没有那么整齐的话没有关系。但是实效方面，我一定需要有这个次第的，一步一步的。所以呢，首先先能做到的事情是先用，然后再能做到的事情是再能，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我们这个体育一个运动员的话，我们运动的部分是理论上都懂，实际上没有任何训练的话，那当然是没有什么好的效果，或者是没有什么好的意义嘛。同样的，我们学习佛法，这个也是我们理论上都懂了之后，我们没有任何的训练的话，那没有太大的意义。那这个训练的方法也有很多层面，尤其藏传佛教的话，那这个就是我们前面Khenpo讲的大圆满的前行等等，那这些就是测定的方式是非常非常丰富的。所以呢，希望大家是我们就学到的是尽量把那个落实到工作当中，落实到家庭当中，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呢，这个是我要一个拜托一下。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华人地方，尤其在台湾这边的话，我们藏传佛教的中心应该有几百个，至少有几百个。那这个是我们前面有没有提到过，说我们参加法会啊、灌顶啊，或者是修财神这样子的话，人变成非常非常多。如果就安排课程的话，就变成很少的嘛。所以这另外一个就我要建议，或者是我要这个鼓励大家，因为每个都有这个正常都有功效嘛。那功效的时候不仅仅是只是光是念的，也可以前面例如说动机有关系的，例如说前习的部分，动机皈依发心的部分可以解释的，然后中间可以内容的，如果能的话可以解释的，然后最后可以回向发也这样子可以解释的。如果我们平常每天功效的部分是1个小时的话，那至少20分钟、30分钟可以用这个相关的这些可以简单的可以介绍嘛？那这些都是也有大部分的这个康波也好，或者仁波切也好，或者是法师也好、喇嘛也好，都有这个有经验的。所以呢，我觉得了这个要加强一点。所以这样子的话，那一方面是参加这个公修，一方面是术后一些佛教的知识、佛教的观念的话，那两边都有这个机会。所以希望大家不一定要这个就特别是安排一个课程就尊者也之前讲过，他以前这个神人金刚灌顶的时候，他用这个神人金刚灌顶的这个名义用介绍佛法。因为如果用介绍佛法的话，人家应该不会那么多的参加的。如果要用灌顶的名义来的话，那人变成很多。所以尊者有讲过，这个是一样的道理。我们可以参加法会、参加火供啊、烟供啊这些等等都可以的。但是这个是光是不是念的，也可以这个稍微解释一下这个过程，这个那个流程，这些都解释的话，至少他们到人家做什么。那只是念没有任何就解释的话，这样子习惯的话，那就怎么讲？就他们也没什么。当然是我们没有说不能说没有功德，当然是有功德。尤其我们这些都是我们一般所有诸佛菩萨的功德和我们一般人的众生的那个内心这个连结的方法，就是我们参加公修，这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呢，这个有解释的话，那就两个都有机会，两个都有一些事情。所以希望大家这个方面是要，不管是学生也好，或者是老师也好，要加强一点。那最后大家这样子。感恩堪布。
这个我们的时间过得很快，我们这个访谈已经2个多小时了，大家也很辛苦，回答了这么多的问题，所以在此呢，我想再次感谢3位上师。以往呢，我们大众只能看到藏传佛教的上师们坐在法座上讲经说法，或者是主持法会，那很少有机会可以了解到，不在法座上的时候，上师们的这个生活的经历和感受，尤其是在弘法利生、讲经说法过程中的一些感受。今天有幸听几位这样子风轻云淡的谈自己的这些过往的经历，是 Karen 的福报。那么每一位收看今天访谈的观众呢，也是福报不浅的哦。我想祝愿几位上师和所有的弘法者们，在日后的佛心事业广大无边，那么利众的行持呢，圆融无碍。也愿更多的众生呢有缘得度，愿菩提道上的众生们呢早日到达彼岸。再次感谢3位上师，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最后呢，欢迎大家点击小铃铛，关注荣松佛教频道。我们下期再会。谢谢。谢谢。哦，谢谢。谢谢。哎呀。